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同大家分享下個案啦。記得曾經咧幫個案咧睇牌嘅時候咧，咁個案當時咧就係愛上咗自己一個已婚嘅上司啊。當時抽牌咧抽到一隻好有意思嘅牌，就係杯七呢一隻牌啦。咁呢一隻杯七嘅牌咧就正正反映咗當時佢內心嘅聲音。呢一牌中間咧有一個身影啦，而前面咧有七隻杯，而呢七隻杯咧其實就代表咗例如錢啦、自我啦、權力啦、潛意識啦、性啦等等呢啲咁嘅象徵式嘅。而呢個客人呢，而回應翻我都話，其實真係嘅。當時佢呢真係搞唔清楚，其實自己嘅內心呢係真係中意對方啊，還是係中意對方幫到自己嘅事業啊，定係其他嘅好處。咁所以呢，杯七呢其實係好有意思嘅一隻牌嚟嘅。所以同大家分享下呢個故事啦。當大家遇到感情上或者其他問題而好迷茫嘅時候呢，即管咧問自己兩個問題啊，就係杯七後邊嘅意思啦，就係我真正需要乜嘢，同埋我究竟係誰？我真正需要乜嘢，同埋我是誰？